總價90萬就可以上車金灣航空新城，核心位置，成熟嘅配套，15分鐘可以到達市區，20分鐘可以到橫琴、澳門，1小時可以到達香港。5大公園、6大中心，中心河濕地公園、金山公園。旁邊嘅公共配套設施有市民藝術中心、公共文化中心、產業服務中心，涵蓋寫字樓、5星級酒店、大劇院、藝術館、商業宴會、檔案館、圖書館。業主生活非常之便利，步行就可以享受以上所有嘅配套。屋企門口就有2.5萬平方嘅商業配套。行路過去800米就係珠海嘅金灣華發商都啦。屋企門口就有湖城幼兒園、領航小學、航空新城中學，教育資源豐富，一站式嘅教育服務。醫療配套10分鐘開車就去到3甲醫院、廣東省人民醫院、珠海醫院、吉林大學珠海醫院。呢個項目就係嗰度國企嘅粵海十貴府現樓精裝修，我哋一陣間過去睇睇。我哋入到小區啦，呢個係粵海十貴府3期，一共有5棟，主要面積分佈有66、67平方嘅2房，3房嘅有77同埋89、90平方到109平方嘅板樓，總價90萬起，首期9萬蚊起，平唔平啊？全部都係開發商精裝修俾到你，可以做到拎包入住噶啦。我哋一齊上去睇睇。你冇聽錯啦，首期9萬蚊就係我呢套啦。面積係66個平方嘅，東北朝向。呢個裝修都係開發商送埋俾你噶啦。呢個朝向係東北向，視野好開闊。呢個房即買就可以即入住噶啦，好適合嗰啲一家3口啊、小年輕啊，或者嗰啲港澳人士，呢啲都可以啊。得閒星期6日啊，都可以過來居住，過來旅遊，過來玩下、食下嘢、逛下。而且呢個房都唔細噶，總價先90萬起嘅咋。你過來買啲家私電器都可以拎包入住噶啦。有冇興趣嘅？我 send 資料俾你啦。呢個係2廳5戶嘅，面積係有66個平方2房嘅，仲有77平方3房嘅。我哋今日睇嘅呢套目前呢套就係77平方3房嘅，大概總價去到108萬左右噶啦。全屋嘅精裝修都係開發商送埋俾你噶。雖然房雖小，但係房間亦都唔細噶，你可以過嚟睇下，呢張房間都仲有咁大噶，而且呢個房都係單邊位，你呢邊坐到頭尾，仲有嗰啲書櫃啊，東南朝向呢邊看過去好開揚噶，呢個可以做個 BB 房啊，亦都唔錯噶，畢竟係100零萬就有呢咁樣嘅3房噶啦。如果有興趣嘅話，大家不妨過來睇一下啦。呢個係2廳5戶嘅，有77平方，有89，有91平方，全部都係3房嘅。我哋睇下呢個係89嘅，而89呢邊係單邊獨立入嚟嘅。呢個係南北對流通透嘅。你睇下一入門口呢個都好溫馨㗎，有一個坐喺呢度可以換鞋嘅，都唔錯㗎。呢邊係鞋櫃，南北對流通透。你睇下呢邊嘅視野幾開闊，哇，冇晒遮擋，而且呢個可以一覽成個金灣嘅航空新城啊！呢個景觀真係冇得頂啊！啊，呢邊東南朝向呢邊亦都唔錯噶，視野亦都好開闊、好開揚噶。啊，廚房呢邊腰字型嘅廚房，可以擺個雙開門嘅冰箱都冇問題啊！我哋睇下房間喺呢邊。89可以做到3房2廳2衛，而且每個房間亦都唔細噶，方方正正嘅。主人房大概都有差唔多成20個方，呢邊係東南向，
呢邊主位咧，呢邊都係做到乾濕分離。我睇到粵海十貴府三房當中咧，呢個南北對流通透口咧，我係比較中意嘅。需要呢個戶型咧，話俾我聽，我先資料俾你。呢個係91個方嘅，做到三房兩廳兩衛，而且係東南朝向嘅，兩個房間咧都可以睇到海景嘅。呢套咧係高層嘅，前面先俾大家睇下呢個景觀，一覽成個今晚航空星城，可以睇海景，仲有嗰個藝術中心都可以睇得到，一覽無遺嘅即係景觀啦。你睇呢個尖裝修都係開發商送埋俾你嘅，可以拎包入住噶啦。睇下房間四四正正，非常之舒服嘅。呢個91個方咧，都係我見過成個小區當中咧，個設計咧係非常之好，因為佢係單邊位，而且冇遮擋，又係睇海景嘅房。如果大家對呢個91個平方嘅格局有興趣嘅話，不妨問我攞詳細資料，到時我 send 俾你。呢個係77平方嘅三房兩廳一衛，呢個創意用品間。呢個咧不同之處咧就係東南朝向，高樓層嘅視野好開闊。呢個總價咧大概都係110萬左右。麻雀雖小，五臟俱全，應有盡有，乜都有，俾大家睇睇。雖然我77平方可以做到三房，但係佢實用率咧可以達到94%，睇起來嘅空間咧亦都唔細噶，可以適合我啲一家三口居住，或者帶個小 BB 啊都冇問題噶。反正以前我啲70零平方先係做到兩房，呢個係做到三房俾你，仲係精裝修交樓俾你噶。有冇中意呢個戶型嘅咧？到時我先資料俾你。呢個係板樓一廳兩戶，11層高嘅，我哋入去睇下。呢個建築面積咧係109平方嘅，做到三房兩廳兩衛。客廳咧都係南北對流噶啦，我哋而家咧係10層高嘅，用品間喺呢度，對面呢度咧就係11層嘅啦，小洋房。而家咧好少有呢個低密度嘅洋房噶啦，畢竟咧土地比較貴啊嘛，大家都知道。我哋入嚟另外兩間房睇睇，房咧亦都唔細，而且咧呢邊咧做咗全部嘅衣櫃同埋書台都可以做噶啦，哇！呢個主人房呢就犀利啦，一排衣櫃都做晒俾你噶啦。反正嚟講咧，一家人咧住呢種南北對流通透咧，非常之舒服。買樓就買呢啲板樓喺呢種，我覺得板樓咧都貴唔到幾多噶，比其他嘅塔樓啊最貴都1000-2000蚊到啊。如果大家中意呢種板樓嘅戶型南北通透嘅咧，到時揾我啦。港車北上1.5個鐘頭嘅生活圈，帶你體驗樓珠海金灣航空新城，90萬起。想知更多，留言珠海，我先資料俾你。